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的头壳需要安全举固，我的心需要防毒软体，你的面需要 Photoshop。喂，起床啊！你有啥物伫我上课的时阵咧困？你有啥物伫我咧困的时阵上课啊？滴嘴暗的好处。大家好，我是廖医师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，任何的西药拢有伊的副作用，几种药啊容易忽略疾病的警讯，而且会慢性造成免疫力低下，提悬得癌的可能性。胃药啊，伊会抑制胃酸分泌，致使消化功能下降，阻碍营养素的吸收，容易得肠胃炎、顶肝炎症。爱困药啊，会造成白血球功能降低，免疫力低下，出现痴呆的镜头，嘛容易变成药物依赖症。退烧药啊，伊会集中病毒攻击力，感冒支持无法当痊愈，造成体力流失，免疫力嘛对咧下降。抗生素只会用于消灭细菌，无法当消灭病毒，嘛会攻击体内有益的细菌，破坏肠仔道的环境。降高血压的药啊，会造成自律程度下降，失去活力，缺乏集中力，头壳袂清楚，骹步袂稳，排尿困难，降胆固醇的药啊，抑制体内辅酶 Q 十产生，身体无法当顺利制造能量。降血糖的药啊，会伤害肝和腰子的功能，长期会造成肝功能异常，腰子功能败坏，致使爱洗肾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药啊唔通学袂起哦。若要食药啊，一定要遵照医生的指示服用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爱看。留伫 camera 每晚12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头壳人的旋叫破裂，你的内心拢袂感觉不安咯？会啊，我嘛足惊去头壳着假。这世人拢是女性主动。